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亚洲航空 AK171的航班，原定昨下晡的2点05分为高雄飞马来西亚，却因为飞机的液压系统来故障，搁飞转来高雄。亚洲航空来证实，已经甲飞行机顶138旅客安排住伫高雄的汉来饭店，同时提供昨暝的暗顿，甲今仔日的早顿甲中昼顿。早起，这批旅客坐着游览车到小港机场，下晡顺利来起飞。针对着航空公司这届的危机处理，袂少的旅客拢真满意、真懊恼。讲昨为了飞行机到出海关到饭店，规个流程拢真顺序，而且廉价航空阁来提供着5车饭店的住眠。到第一届是亚洲航空的旅客讲，这无了哦，颠倒赚着啦。真侪游客拖脚网坐游览车去小港机场，因为航班耽误，回来住伫咧高雄一暝，那因着住伫咧5星级饭店。湾的海景有够水，除了住海景房，搁buffet下当食。亚洲航空 AK17 航班原定18号下晡2点05分为高雄飞往吉隆坡，落雪因为液压系统走错，飞转来到高雄。飞行机顶138乘客全部安排住伫咧高雄5星级饭店，同时提供迄天的暗顿和过顿天的早顿、中昼顿，安排甲舒适，互游客是学了解得知。要风景有风景，就整个房间睡得很舒适，我觉得蛮满意的啦。我们整个都没有耽误到所有的流程，包含一下机就告诉我们说去哪里退关，然后领完行李就马上就有一个人在旁边其实他也很辛苦，他有问必答。发生这件事我也怕怕的，可是没想到整个处理就还不错，第一次搭。有游客头一摆坐亚航，就拄到耽误的事件，不过对航空公司的规矩处理是真满意。有网友摕来甲新武航空比拼，班机耽误的事件，互游客困伫机场，讲联航处理方式吉到精品航空。不过新武落尾冒送往来所嘛退来回机票。另外，亲像丽云航空，2022年11月金门往台中的班机嘛捌发生过，因为机械故障，互游客爱落飞轮机，搁爱家己安排住所在，规暝无通车，敢若得到一罐北宝梅杯上，互游客是去到伫咧当场抗拒。这摆亚航的规矩应变，是予旅客看甲真介意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